早晨，各位同學，今日咧就同你講下呢個一條華羅庚金杯小高組嘅題目，即係適合啲五六年班嘅同學仔睇嘅題目啊。咁咧就係呢條啦。咁咧當然啦，其實咧佢牽涉到好多初中嘅嘢啊，呢條題目啊。咁所以咧初中嘅同學都適合睇嘅，甚至乎考緊 DSE 嘅都其實係應該要知嘅呢條題目啊，有機會出添啊。我覺得 DSE 都咁咧就題目咧就係話咧呢一條係 AC 係四啊，呢個係 BC 係三，直角三角形。咁咧就另外咧就有兩個四正方形喺度啦，係嘛？咁咧 J 咧就中間點嚟嘅，DG 嘅中間點，即係呢條等於呢條啦。嗯，咁依家就求咧 GH 呢個正方形嘅細正方形嘅邊長，即係呢一條啊。咁咧其實咧你會睇到咧呢度咧就牽涉好多初中嘅嘢，例如直角三角形嘅有關不時定理啦，同埋相似三角形。初中先學嘅嘢㗎嚇，但係咧就出現喺高小嘅比賽題目啊，咁你有冇辦法可以計到咧？高小嘅同學佢哋一齊即管睇睇啦。嗯，咁呢度咧其實咧就發覺現咧就係又要利用呢個相似三角形嘅，未用相似三角形之前咧，我哋而家就先假設咧我哋要揾嘅 GH 咧就係邊長 x 啊，即係話呢個都係 x 啊，正方形嚟㗎。咁呢個就上面有 x 喎，咁所以呢個大正方形咧就係二 x 啊個邊長二 x。咁另外咧有啲角度咧其實係好多相同嘅角度嘅就係我哋首先就發現到咧就呢一隻啦，藍色嘅同埋呢隻綠色嘅加埋幾多度咧？因為任何三角形咧都要知道嘅嚇，高小未必知啊，仲有初中一定知啊。任何三角形嘅三隻角一定係加埋180度嘅，任何三角形。咁呢度已經係90度啦，直角啦。咁即係呢兩隻加埋係90度。咁咧，因為正方形嘅緣故啦，咁咧呢一隻都係直角啦，隔離直角，呢一隻直角。咁所以因為任何三角形加埋係三隻角加埋180度，藍色加綠色90度，咁所以呢一隻都應該係綠色嚟嘅。啊，咁咧就呢隻咧應該係藍色嘅一樣，藍色同藍色一樣啦，都係一個加埋90度，因為呢啲係直角。咁你發現到咧，任何三角形咧，如果有三組嘅角咧係相同，無論佢嘅 size 係唔同咧，我哋就叫做咧相似，英文叫 similar 相似三角形咁我哋就利用呢個相似三角形嘅性質咧，就係對應邊嘅邊長咧係成比例嘅方法，咁咧就去揾翻我哋個 x 即係 GH 嘅長度啊。咁啊，留意啊，好多同學啊就可能會搞錯咗睇啦，睇錯咗嘅包括咧我都有問過啲人工智能啊 AI 嗰啲咧，佢都會計錯數嘅，就係佢咧就以為 D 咧就喺正呢個 BC 上邊啊，唔係喎，其實唔係啊嚇，D 唔喺個 BC 上邊，I 先係，E 先係啊，咁所以其實咧呢個有三個相似三角形啊，咁我哋先就係睇下左手邊呢個細嘅，左手邊呢個細嘅畫翻出嚟先啊，呢個就係 AFE 先，咁佢同邊個係相似咧？同成個 ABC 一樣係相似，因為都係有呢三隻角啊，直角、藍色、綠色。為咗方便起見咧，我哋咧就係畫翻個方向，大家一致啲。
一致啲啊，即係話 C 喺呢度啦。啊，咁因為 A 係大家同一隻嚟嘅，咁即係呢個 A 啊，咁即係呢個 B 啊，同一隻啊。咁所以咁對翻啲邊長咯喎，你睇翻咯喎，呢個 2x，BC 咧就3，AC 係4。咁如果我哋假設 AF 咧就係呢個誒俾個名佢啦，AF 咧就係二 set 啊，咁對應邊成比例啊嘛，相似三角形啊，咁我哋咧就揾到 2x 啊對翻3，2set 就對翻4，咁呢個比例應該一樣嘅。啊，相似三名有咁嘅性質啦。咁我哋就可以，如果將個四兩邊乘四啊，就會得出咧兩邊乘咗四，咁咧右邊就弱咗啦。咁咧呢度變咗4×2=8，2×4=8，即係話二式咧就係8/3。好啦，同樣道理，我哋睇翻右手邊呢度有個細三形 BHI 啊，咁我哋畫翻出嚟啊，畫翻出嚟呢度啊BHI，BHI。咁呢度咧都係有三隻角，一隻直角，一係藍色，一係綠色。咁咧成個大三角 ABC 亦都係一樣啦吓。咁我哋個方向配合翻佢 BHI 啦吓，對翻位，呢度咁樣，呢度就 B 對翻呢個方向啦吓，一樣。B 對翻 B 啦，即係同一隻嚟嘅。咁呢度就 C 喺度啦，即係 A 喺上邊啦。咁即係呢個四，呢個三。咁你俾個名佢啦吓，BH 就係 Y 咯，HI 就係正方形嘅邊長 X 啦。啊，咁又係啦，對應邊成比例啊，咁即係話咧，X 就對翻4，Y 就對翻3，咁咧就即係話，如果你兩邊乘以三咧，啊，咁咧就左手邊個三約咗啦，兩邊乘以三，咁咧就 Y 就係3/4X。好啦，咁呢個係二 set，呢個係 Y，呢度成條 AB 咧，其實可以又利用畢氏定理計嘅。啊，畢氏定理就係畢達哥拉斯嚇，可能小學未聽過啊。呢個數學家發現嘅直角三角形，斜邊 AB 嘅二次就等於咧呢兩條直角邊嘅二次加埋，即係3二次加4二次。呢個就係任何直角三角形咧嘅斜邊同埋兩條直角邊嘅關係。三嘅二次方即係3乘3啊，四嘅二次方即係4乘4。咁咧就會計到咧 AB 咧就係25啦，3×3=9，9+16=25，即係 AB 就係5啦，525啊。咁啊成條就係5，咁啊跟住我哋最後咧就應該可以有辦法揾到個 X 出嚟啦。啊，因為咧2set 加 2x 再加 x，睇翻個底部 AB 啊，再加 y 就係成條5啦。咁啊，有 x 有 y 二 set 點算啊？唔緊要喎，因為上邊話咗俾你聽，二 set 咧就係8x/3，3/8x。咁2x 加 3x 就3個x 啦，2x 加 x 就3x，y 咧就係4/3，裁咗佢先，費事遮住啊。
咁啊等於成條五啦，A、B 係五啦。咁啊識通分母噶啦，8%加4%，通一分母呢個我唔做啦，通分母嗰度就係12，通分母加埋咧就係12分之77，8加3再加4分3，咁即係 total 係12分之77的時，就等於5。咁最後咧，將個12同埋77搬去右邊，或者兩邊係乘翻77分之12，兩邊乘翻77分之12，咁就冇晒啦，左邊得翻個 x 啊。咁就最後咧就計到 x 呢個答案咧就係77分之60，就係我哋要揾嘅 GH 啊，因為 GH 我哋就係當係 x 啊嘛，所以呢個邊長就係 GH 就係77分之60，就係咁啦。啊，你話高小係咪好困難啊？對於呢條題目啊，因為未學過相似三角形嘅性質同埋不是定理啊，嗯，仲要識解方程喎，好，咁就今日余 Sir 咧講到呢度先吓。嚟緊如果真係有華羅庚比賽嘅話，或者其他數學比賽咧，呢條題目希望幫到大家啊，甚至乎考嘅 DSE 嘅同學啊都可以參考下。好，今日講嘅咁多啦，再見。